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出片，今晚是4月25日暗时9点。大家晚安，我先来跟大家说，这边头头个车暗安欢迎，还有阿聪阿这暗安欢迎，还有左九下暗安欢迎，来玩了，好诶，来玩，嘿，小等咧做台语的。密门的时阵，大家嘛会当提供恁的一寡意见，好无？嘿，五过鱼暗安欢迎来摸鱼，对，我今日要来摸鱼，无要做工课哈，就是来算这密门，互大家看的对。嘿，鸟鼻沟最暗安，请问该怎么摸到鱼？出海或是去日本料理店吗？日本料理店的鱼应该不能随便乱摸吧？感觉你会被梗出去呢，感觉会被轰出去，应该是不行。跳海，五过鱼嘛是盖熊，养鱼来摸，真的假的？好，所以今天是养鱼教学台吗？不是。嘿，观赏的那种鱼，台语也是鱼吗？应该是吧，应该也是鱼吧。会有别种说法吗？会因为是观赏用有别的词吗？就我所知，应该是没有。阿酸阿妈环境，趁火蛇会养嘎，知道了没有？我都有在打扫，养不出嘎出来，不要乱讲。嘿，民雄阿հիմ阿曼环境，嘿，摸鱼好摸，一直摸。在那个 Discord 伺服器，大家有没有加我的 Discord 伺服器啦？民雄画了阿հիմ画了一个那个超帅的阿慧呢，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对我那个看了真的觉得，哇，怎么太厉害了，怎么这么会画？对，把我画的好帅，好快乐哦。对，真的还蛮感谢，就是愿意特别花时间，然后画我的 fan art 的所有人，真的超帅超好看，真的超赞的，真的。对，还有阿雅阿曼欢迎，嘿，欢迎。哎呦，麻糍店今日用麻糍开台。虽然叫阮阿嬷的腔口应该是麻竹，嘿，今日用麻竹开台，嘿，我那天本来没有想要养鱼是那个意思，我也没有，对，那个观众很棒的，很 Q 吼，谢谢，今天造型很可爱，对，我是百变宝箱怪，对我有不同的面貌来欺骗，没有欺骗，来乖，大家来看台超可爱，很好，够注意的呵。欢喜的呵，金星海好，刚才有没有唱歌？呵，讲好多话、摸鱼摸完了要来摸脏碗洗干净，然后摸点米跟高丽菜弄点晚餐，那是摸蛮多东西的。对，不过确实煮菜的时候就会摸好多东西哦，包含会摸到食材以及洗碗，你要摸到菜瓜布，然后就会摸到就是手好像也被刮的有点有到洗吗？对，如果洗很多碗可能会有一点。对，然后摸钢刷也会觉得蛮累的，真的。对，觉得自己煮饭好累，好累。听到了欺骗拐大家，不要乱讲，没有做这种事情，没有。好，那我们赶快来转移话题，没有啦，我们赶快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干嘛啊？假装工作台，对，然后完全没有在工作，太好了。对，就想说我最近也不是最近但是前阵子就是。天啊，我真的好可爱哦！眼睛萌大眼睛，闪亮一闪亮晶晶。有人听过这首吗？嗨，小月阿曼欢迎，欢迎你来，欢迎。阿酸说什么？你都要摸男朋友，可以讲吗？可以呀、我还帮你大声广播啊！大家听到了没？阿酸今麦就是伫大家面头前要大声讲，互大家知影，伊都会甲因男朋友摸啦！好，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没？爽了没？阿酸爽了没？开心了没？帮你大声宣传好不好？这就是你要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也是拿你没办法。对，所以我不反对啦，就是看到大家得到幸福，我也是会蛮快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在我的聊天室放闪还是怎样的，随便啊。如果那个你被大家讨厌，被大家轰出去，那是你家的事，不救，我不救。什么？我是咧靠背上好事啦！我咧替恁的爱情大声咧祝福。你讲我伫咧靠背，你是什么意思？哈，这种话你讲会出嘴哦？哈，什么意思啊？嘿，不是你看起来想讲给大家知道啊！我不是就帮你宣传一下，帮你那个为你们的爱喝彩那不行哦，这样还要被你说我是在靠背，什么意思啊？算哈，去问一下爸爸妈妈有没有听过这首？你是说？萌大眼睛，闪亮一闪亮晶晶吗？应该是没有，对，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没听过。我想我们应该年纪也没有，就差不多吧，应该差不多吧，所以大概是没有。原本想说输两不输定，正想要撒狗粮，没有，现在你撒啊，没关系，我真的不反对啊，我真的不反对，真的可以。但是被所有人讨厌，那是你家的事哦，我不管哦，开台者不救，好不好？嘿，好。就对，就至少我是一个喜欢看别人获得幸福的人，所以我 OK。
对，那如果有些人不想看别人家的爱情的酸臭味的话，我也尊重啊。你们要吵架自己吵，要打架自己打哈。要打去练武士打，好老的梗，怎么一直讲这种？不过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迷因的一些图也是蛮老的梗，就是了。对，不是很想承认，但那个叫经典啦，那个叫经典啦，对啦，那个叫经典啦。这里只有火蛇讨厌你好吗？最好啦，我对那么好，我那个都会ban你当奖励耶，哪里像讨厌你，对不对？都这样讲了，那来ban一下好了。这样5分钟，哎呀，阿酸才5分钟就被我ban了。我们靠腰玩到永边了啦，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按到永边了？我怎么按到有回来了吗？回来了吗？救命！救命啊！救命！每次抖内那个城市都捕捉不到你。等一下，你回来哦，回来了耶！实在靠背回来了嘛？回来了嘛？那没事了，那没事了，那没事了，超好笑，怎么会这样？对不起嘛，对不起。真的讨厌了吗？真的讨厌了吗？真的吗？好，但是猫猫准备下线，现在你可以在我的聊天室公开真伴侣啊，我真的是不会阻止啦，好不好？真的是不会阻止。对，每次抖那个城市都捕捉不到你，我觉得是那个城市讨厌你，一定不是我，好不好？一定不是我讨厌你。什么左九下说这是一种奖励吗？对有些人来说是啊，对有些人来说是啊，对阿酸来说是不是呢？我也不晓得，没关系的，他现在那个沉浸在那个爱情的酸臭味里面，对不对？应该是好啦，也没有说陈火蛇可有可无，但是就应该没关系吧？生活中充满了美好与快乐，那个稍微不小心被我 ban 一下，应该还好啦齁，应该还好啦齁。第二次不小心按到永 ban 了，那也才第二次啊，没事啊，没事啊，安息吧，没有啦，还魂了，回来了，对。居然还开放聊天室征友，我都会帮聊天室证婚的，我还有什么不行的，对不对？称我这可口可乐什么东西，可喜可贺可口可乐吗？对，好。对，真的啦，真的是不小心的啦，真的是不小心的。你们倒是相信我啊，为什么不相信我？对了，火蛇，发现我已经经历英文跟日文洗礼了，怎么样？再来要干嘛？韩文吗？韩文有点太难了欸，韩文我零基础哎，真是完全零基础中的零基础。我再想想，要不要马来文洗一下？马来文，其实感觉还蛮可行的，因为马来西亚确实有蛮多人会讲 Hokkien 话，那 Hokkien 话跟台语基本上应该是会通的，所以真的要找到有人有办法用 Hokkien 话教我，虽然就不是用台语，但是很像。如果可以用 Hokkien 话教我马来语的话，好像要找到这样子的马 V， 好像没有很做不到欸，认真找应该是找得到的吧？好像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不错的提议耶，我先偷了，谢谢。我先偷了，我觉得这真的不错，这真的可以做。虽然我零基础，真的是零基础。哦，你那边有人选哦，好啊，那个等一下可以私讯那个跟我推荐一下。哇，真的假的？感谢猫猫卡爱送出5个汇集，怎么那么好？德霞你上出5个汇集，太好了，又有5个人可以看猫咪大便了。为什么每次有人中汇集，我也讲不出什么东西，只能说太好了，可以看猫咪大便。那也安呢？等办好信用卡加入会员也可以体验这种奖励的。喂，是这样没错。天哪，我真的要好，这真的是我们的会员奖励吗？这好奇怪的奖励，大概好，那就这样决定了。男友现在暴雨跑去买卤味吃，非常好笑。然后出去买吃的就遇到阿酸被永编，哈哈。那也安呢？怎么会这样？永编没有永编啊，我马上把它解除回来了，不要紧张好不好？好，对，那总之陆一晚安，欢迎阿曼还给你来晚安啊！直接狙击太好了，对，狙击到至少有2位有正在看台，然后看一看就被狙击了，太棒了。什么大便？哪里有大便？哪里冒出来的大便？什么东西？我看哦，对，猫咪大便，对我自己讲的。好，我想说我是讲什么性情大便，什么又大便哦，这对没有。好，对，谢谢。好，那我们来做迷因吧，我还能怎么样？好，我们今天还是稍微
稍微回到主题一下，我们可以边做迷音边聊天啊，我们可以边做迷音边聊天呢、我们那个标题都说要来做用台语迷音、台文迷音的，做一下嘛，做一下嘛。好，那我们来做一下吧。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玩边边谐音梗了。嗨之魔，晚安，欢迎欢迎欢迎啊！猫把你眼影摔在地上碎掉，你也碎掉，哇，真的会碎掉哎。对，把眼影摔了就好惨烈，真的超难过。我懂。对，这是会化妆的人的噩梦吧？会收集化妆品的人的噩梦吧？对，好，等等哦，我那个在哪里啊？不好意思，请稍等我一下哦。我现在有职业病，太好了。对，这在咖啡店工作也是有啦，就是会有这种那个讲话非常礼貌的职业病，大家有感受得出来那个不诚恳？没有啦，没有不诚恳，大家感受出那个客服的讲话的方式吗？偶尔会这样，对，因为那个对，是的，就是这样。好，那不好意思，请稍等我一下哦。好，找到了，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迷音了。什么？这大便不是我？不是啊，那怎么会说你是大便呢？嗨，阿公阿妈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刚开台就累了吗？对，其实我是刚下班啦，刚下班，然后那个稍微准备一下来开台，所以听起来累是正常的哦，听起来累是正常的哦。对，但是就是工作完了可以来好好摸鱼一下了，太好了，太好了。现在要尽情大肆的跟大家聊一些没营养的话题，比如说大便之类的，然后就来做点迷音。嘿，等下呢，没有啊，每次都对你很不礼貌，代表我把你当朋友啊，代表没有把你当客人啊，不错吧？不错吧？这算奖励吧？对啊，就是对那种觉得麻吉的人讲话才会那样子毫无礼貌，对不对？合理吧？有人反对吗？反对会被我 ban。好啦，好，是的，谁性情大便？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才没有性情大便。好，不要再大便了，我们来做迷因图，好不好？好，太好了。转念大师，对啊，要吧？就是给我台阶下嘛，给我台阶下嘛。为什么要阻止我？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为什么要处处闻啼鸟？好烂哦，烂透了。好，为什么要处处闻啼鸟？到底是什么？我怎么讲得出这么诡异的笑话？朋友来借书也会吸反射，吸反射，好像我会讲的话哦，对，会用吸反射的速度，然后用超有礼貌的台词处理借书流程，那没有办法啊，那个就是已经是真的是反射，真的是习惯了，对，就是你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就是准备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嘴巴就会全自动的，就是用吸反射的方式讲出那些话，这没有办法。我会被啼鸟告，啼鸟也要告哦，真的我今天那个笑话里面讲了一个啼鸟，就会被啼鸟告。那好哦，谢谢。拱上去我就下不来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能说很好笑，我就会一直讲这种了，是不是？好啦，超级烂吗？超级烂那个后面有那个笑，有笑应该是算是一种夸奖，对吧？怎么干嘛闻啼鸟？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窗外的野鸟提问题啊，那个是问呢，那个有的音，那个有浊音，那个是问呢，不是问呢，所以不是问题。嘿，那个关于就是那个哇能不能没有歌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感觉陈火蛇应该聊一下？但我没有要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平常有在看我的内容，就应该会知道我会讲什么，所以不用哦，不用期待我聊这个话题。还处处闻，太糟了吧！太糟了吧？对，不过我知道有养鸟的朋友好像就会很喜欢闻鸟的味道。火蛇你有问题？好，有问题怎么办？有问题就处处编60秒。等一下，我不要再按到永编了，没有那种永久的奖励。等一下，我可以暂时吗？暂时在这里。好啦，处处编10秒。10秒后见，我已经懒得背1分钟了，10秒后就让你回来。我知道有养鸟的朋友应该都好像会喜欢闻那个鸟的羽毛的味道呢。对啊，所以那个有养鸟的人应该可以理解处处闻啼鸟吧？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怎么变成处处闻啼鸟啦？让我做迷，让我做迷。
我今天准备蛮多张的，我其实准备蛮多张。你看10秒就回来了，很快吧？非常有效率，这样可以背很多次。谢谢哈，不客气，不客气，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好，我可以做迷音的吗？我准备超多张哎，还是我给大家偷看一下，给大家偷看一下好了。对，反正呢，我觉得有一些都是有点经典，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老，对，有一点点老，但很经典，对，好，太好了。大家，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些那个梗，没有人阻止我做名友啊！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很不擅长一边聊天一边想梗，对不起嘛，对不起嘛，原来是我有问题啦，对啦，是我有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我有问题，对，这不是大家的问题，全部都是我，好，不要这样，不做完这些名就不能出去的房间，听起来很像那个不做完这些工作就不能离开的房间，那不就是普通的在公司吗？那不就是普通的在上班吗？不做完这些工作就不能离开的，就不能打卡下班的房间。不做完这些名就不能出去啊！不对，看错行。做完了图之后会发出来吗 ？OK，我可以一边开台一边编人，可以啊，你也要吗？我发现你也有我们的会员呢，不然你好像还没有被编过，你要体验一下吗？应该不错吧？好，编10秒，再见。好，天哪，我真的怎么这么恶劣啊？怎么会有这种主播？我终于也走到这一步了吗？终于走到就是会乱编人，把编人当成一种奖励。哦天哪，我好糟糕哦！做完了图之后会发出来吗？会，就是应该会那个让我水一下，那个宛如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专门 po 那个那叫什么？我有一个就是专门 po 台文迷音的账号，对，叫做宛如，对啊，我会放在那里，对我会放在那边。我就拿那个今天做的图去水，对，今天拿到会员看到这台不敢讲话，没有啦，开玩笑的，反正也背个10秒或是1分钟而已啊，对，不告白就不能在一起的关系，但好，他没有跟你告白，是不是？你要这样把你们的事情摊在阳光下吗？你一定要把你的事情这样讲给所有人的知道吗？所有的人知道吗？我是没关系啦，我是没关系。对，你要把你们的事情提供给我做迷因，我也是 OK。这样好恶劣哦，这样超恶劣的，也不可以啦，不可以。好，是的，来，这个老实说，第一章我就想不出来。安诺没得俩25张牌啊，对，大概就是这个迷因大家有看过吗？反正基本上就是上面就是要放一件你可能很不想做，或是你觉得很讨厌的事。也还好吧，还好吗？还好吗？好。怎么办？第一章就不知道要放什么啊？那我们先做别章。神奇火蛇，什么东西？选上的会员是要决斗到最后一个，什么意思？我要选会员出来逼你们决斗是吗？是叫什么？我的台是这种地方，好酷哦，其实蛮酷的。好，这个有点想法，这个好经典啊。马自里阿曼欢迎你来。这个好经典哦，这个应该大家都看过吧？那强壮狗狗迷音，它是叫强壮狗狗迷音吗？应该是。对，然后好像通常就是放左边就是那个以前的什么什么一炸的三米，然后价钱饼就是金麦的三米，对，或者就是有个对比，然后就是对，是的。好，我想一下啊，该选到这图很可爱，对啊，这好可爱，这历久不衰吧？我觉得就是可爱，然后又可以做笑点的图，活该历久不衰。对，奇怪，我要怎么新增文字？哦，啊，我有文字了，太好了，好，非常的有点不擅长使用 Canva， 对，没有很常用 Canva， 也对，所以好心虚哦。对，其实我那叫什么，用笔出的教室，其实那个 PPT 大部分是用 Canva 做的，对，蛮方便的。好，不是今天不是要业配，没有要宣传，对，但是呢，我先选个字体，这个有适合吗？应该可以吧？anime 来的 anime 要哪拼？anime
你恁爸母对，就是这种的无毋对。嘿，阮爸母的25岁结婚生囝，我的25岁摕外送闪着腰。嘿，对，好，那我就偷咯，无毋对。阮爸母25岁，左边台语黄金叉。猫猫可爱怎么这样啊？猫猫可爱怎么感觉被陈火蛇影响啦？怎么听起来有在凶？听起来有点派呢？那也安尼，你要鼻沟注意啊！但我蛮喜欢的，这个我要投，这个我一定投。对，好赞哦，好赞哦，太好了，我可以蹭大家的梗了，好爽。对啊，超级臭诶，怎么这样？不是，我要做这个迷吗？在直播上吗？在开台的时候吗？这样对吗？我会被烧吧，我会被丢避难所吧？虽然也不是不行，有点想哎。天哪，我觉得我在面临那个 VTuber 生涯的一个重大抉择哎。我敢真正一定爱安呢？我就是讲，我到底是应该爱避免我得会小干咪咪嘛，还是我应该爱把握这个机会？这就是那个吗？黑红也是红吗？我又再一次的面临这个选择，我怎么就一天到晚面临这种选择？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到底要不要用北危机数以后？不是，我都已经全部念出来了，这个有在听的都听得懂吧？有真的把档补完的人都会好啦。如果有把档补完的话，就会知道被我。虽然是猫猫可爱臭的，对，但是对，但是有补完的话，应该也会知道为什么不该这样说吧？应该也会知道为什么会被臭吧？好，那就这样，好啊，没关系。嘎仔怪像北维基，好，就这样，没关系，反正那个人家也不一定把我放在眼里。喂，今天讲话好严重哦，我就觉得我下播要转会线了，怎么这样啊？而且这张迷因真的做了，我还不敢发出来，我还不敢 po 出来呢。我现在这里在直播做这个吗？真的假的？好，我们先做第一张，非常恐怖。应该这种通常不只讲结婚生囝，应该会讲那个买厝个生囝。虽然这个有点传统观念就是感觉好像一定要结婚生小孩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好没关系，我觉得迷因好像就是难免都会，蛮多时候是会就是拿到一些传统观念的啦，但好没关系。我们今天以台语跟好笑为主，就是对大家稍微就是对，是的，对，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啦，可能会有一点不正确的部分，对，但是我会尽量站在那个我自己感觉会当接受的那个程度，对，就是对，虽然有点强化刻板印象的，就是传统价值，但是应该是没有伤害到特定群体，所以这样应该还 OK， 对，而且我觉得蛮好笑的，对，得知主播至少25岁了哈，干嘛呢？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可以知道这么多。囡仔人卖问遐济，嘿，这是叫什么？搬物件哦，摕外送，敢毋讲外送？我想看卖啊，外送应该是会通啦吼。恁若敢有比外送更较好的事会当讲，若讲我就改者，嘿。摕外送，伊要去闪掉，我觉得这样好像文法比较台语开，不是这个，感觉闪到腰好像台语可能也讲伊要去闪掉吼，好，那就这样，谁听得懂台语啊？可以先，你这个好，这个也是有在凶好，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名都会很不友善怎么这么好？好，太好了，这个阅读顺序应该可以吼。虽然感觉好像要列很多点才更有那个感觉，好像要列很多点会更有那个感觉，但没关系，我们先这样。好，第二个是什么？真的要这样吗？猫猫可爱，真的要这样吗？
不是，我左边一定不会用台文写啊。如果要做这个，这样才会红，是不是？这样才会红。好嘛，这里都这样讲了，出事就怪嘛，没有啦，没有啦。好啦，我扛啦，好不好？我扛。那个宠粉的主播默默承受了一切，如果被烧，那就被烧吧，对，好，没关系。好，我决定是不是？好，我都已经讲成这样了，弄一个公告呢。好，我在这边那个什么东西流转的时光啊，听从阿火的早。哈，银白晚安，欢迎，你好，晚安，欢迎。嘿，黑红也是红，没有的，有啦。好啦，我在这边那个啦 ，disclaimer 好不好 ？disclaimer 中文是什么？完了，金火，这个叫什么 ？disclaimer。反正我先祝五红宵，先给大家打预防针，算预防针吗？就是，我叫陈火蛇要烧啊，是这样没错。好，你搞要听要接受没有啦？不是，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直接隔空喊话哈，如果今天那个你看这个民音觉得好像被骂到了哦，就是那个台语黄金证书这件事情哦。对，我觉得啦，你在就是发文说如果有台语黄金证书之前，你可以先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台语真的有检定可以考 ，Google 一下。对，如果你有 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哦，还真的有检定耶。然后可能就不会发文说如果有这种检定的话，就没有如果，真的有啦，对，好不好？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台语活该没有检定，好不好？客语也有检定可以考，好不好？好。那就是没有针对，但只是我觉得这个迷因就是也蛮好笑的，所以对不起，借我消费一下。对，拜托不要把我丢避难所，或是真的把我丢避难所的话，我也没办法，完全尊重你的言论自由。对，好，预防针打完了，我要做咯，我现在好害怕哦，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就来吧。台语黄金证书，那个原话是什么？如果台语是这样吗？如果台语有金色证书，对不起，借我消费一下，对不起，不要烧我，谢谢喜欢台语，不要烧我。台语死梗，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要用，好，用汉字。台语死梗，那会加困难，呜。怎么这样啊？嘿，嗨，是点暗蛮环境，拍摄头多迄个对，在那个，所以非常紧张。嗨，三叔红暗蛮环境，下次直播道歉记者会太好了，好紧张的感觉怎样啊？就真的紧张没？对，不是是怎样？我在那边那个打预防针的时候，然后那个阿酸就是身为那个聊天室的议员，在那边讲什么啊？就是在骂你闭嘴，不要这么凶，麦啊呢？你这么凶，你那个台语文使用者这么凶，人家哪愿意学台语文啊？靠北，我怎么今天这样子啊？陈火蛇，今天怎么这样子？进来就要消费，好好听，好，谢谢，太好了，宠粉主播扛了很多，对。哦，太好了！我又产生新迷因了。哦，请吗？是请，不然拜托麦搞笑，完全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笑？发文者后来删文，找不到原话是什么。虽然当时看底下留言都算蛮友善的，就是单纯的跟他介绍了台语。我有留言，我也蛮友善的。我记得我有看到，我有留言啦。对，然后我有说真的有啦，真的有，我觉得可以去考考看啦。应该是这样子。对，然后就好啦，而且人家也删文了，对，就好，郑重道歉，好不好？对，就是对不起，借我消费一下。对，但是呢，因为呢，我也没有指名道姓啦，所以就，我甚至想不起来是谁。对，
就代表我没有恨你，对我没有恨你，好不好？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去考台语检定的话，我有一个系列叫做台语教父教教，好不好？我真正也可以当这里的来宾给你教，好不好？好，就这样子。对，我是释出善意的，好不好？虽然那个迷因就是有点靠北，对不起，是我性格有问题，还有我的粉丝也是，我的观众有一些也是有点问题，对，就是对，好了，都我的错，好，就这样，耶，水好，过来，后一张。救啦！直播开场就开始哭，像银魂那样，这真的有这样真的有诚意吗？用台语做几百行代志，刚好包括用台语回信，我唔知，也不是不行。用台语开道歉记者会这样子吗？是至少不是用台语出庭。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没有包含用台语被传唤出庭，没有要哦，没有，太好了，你有问题，你们都有问题是不是？好，太好了，那我们又更有共通点了呢，这就是粉随推嘛。好，咁真正一定爱呢，准备阿曼欢迎。我不敢在这个画面停留太久，这真的是太靠北。等一下，如果我们要强调就是这句要用华语文读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按照教育部推荐的用法，给它加个那个空心引号，好不好？如果台语有金色证书，我一定轻而易举。台语是一个，那就可能现在做靠北。好，好，再来下一张做什么？好，我觉得这个不错好多张。怎么这么多可以做？太好了，我们光停留在这个强壮狗跟弱狗就可以做好几百张，怎么那么好？好，请，哎呦，靠腰，Canva 都是不是的安呢？嘿，他有时候就会这样跳掉，请大家包涵。嘿，黑红也是红，这红最啥？的灰色，好，我觉得还是这黑红也是红，怎么翻啊？翻不出来就先用华文好了。没啦，拜托卖嘎瓜西了，这蛮好笑的。救人，看法卖安尼啦，好不？卖安尼啦，台语和解庭，不要和解庭，不要这样，很恐怖，不要这样，不要，我觉得被送到避难所，或是被拿去做成烧起来，被拿去做成内容就差不多了。要去线下见面会或是什么和解庭，有点 too much 哦。这个我小小的心脏应该是承受不了，不要这样。无啦，拜托讲笑的，莫甲我笑啦。网乌嘛是乌，网乌啊是讲是乌青敢听有？很红会说做青虽然有些人会说做红不过好像有人觉得做青比较下迄个台语的开口，我嘛是安尼感觉，我嘛感觉青较下迄个台语的语感。会，我有疑问好，你问，这你问，无啦，我讲笑的。拜托，卖甲我笑。不错，又做了一个。你有啥疑问？这里问。来，我们这个要加一个那个画龙点睛。画龙点睛，这样台语写迷，那如果迷里面的角色塑造很糟糕、很没品，这样会不会有跟党国电视节目起到一样的效果？还有就是台语是可以任何样子，包括坏人。我们昨天是不是在选股那边有聊过啊？昨天我在选股的台好像有聊过这个话题呢。就是，等一下啊，我那个东西跑去哪？对，就是好，我真的觉得台语就是应该可以有美的部分，也可以有粗俗的部分。那像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今天做出来的内容里面，就是可能有大概一半以上，或者很明显那个比例失衡。如果很明显那个比例失衡，然后里面有就是超大的占比是
我的脚在这。对，如果里面有超大的占比是，这两架那也不去，太安呢？如果那个比例很明显失衡，然后里面有很大的比例就是粗俗的一部分，或是美品的一部分都是讲台语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效果。然后就是如果比如说这种两个角色对比的情况，尤其是这种两个角色对比，然后就是如果你说强壮的这个就是好的，比较正面的都是讲中文，然后比较负面的都是讲台语的话，就会有那种效果。但如果今天是两个都是讲台语，全部都只有台语，然后在那边 get 拱就是装傻，然后耍笨的话，我觉得不会造成这个效果。对，就像 Made in Taiwan 啊，就像 Made in Taiwan 他们的内容也是给我这种感觉啊，就是他们没有在丑化，或者是就是强调说台语是一个比较烂的语言，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拿台语去做一些那个比较搞笑，然后这种可能有点 get 拱啦，就是 get 拱，就是装傻的那个荒谬的感觉，那是可以的，我觉得那是可以的，就有点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加了这个角超好笑的。等一下，是这个吗？不是要加在这里，是要加在这里啦，这里啦，完全就是我。觉得这只也可以加，好像也可以。天哪，怎么那么好笑？超好笑我的脚，不错吧？很适合哦。对，有回答到你有问题吗？应该有哦。好。对，跟大家分享那个自从学了台语文之后，生活发生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每次我传 OK 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念成 OK。好，我觉得加的脚非常好笑，太棒了。好，还有吗？我们还有什么啊？你们这样谁要学台语？我是不会学台文的，我不会去，没有啦，对不起。这是道歉记者会为什么要发脚给大家？我不懂什么意思啊？这个关联在哪里？关联在哪啊？队伍尾端又在哪里？没有啦，我要领自己的脚干嘛？讲好像我真的要发，没有要发，不要乱讲。上次去那个人家讲那个，艾尔那边讲那个异特龙，不是讲异特龙，讲恐龙台语教授那边造谣说什么发恐龙，有够过分的，一下子要发恐龙，一下子要发脚，下次要怎么发财嘛？我蛮想发财的。好。你们太什么成货的什么没有用的，不要这样。好，什么法律我无咧？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梗？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梗？你有看过？我过有看过，那是什么？听起来有像那个卡个听起来像那个 knock knock， 好像蛮像的。你们态度这么差，谁要学台文啊？不对，不是台文。谁要学？不是死啊，靠腰！谁要学台语呀？你们态度这要讲什么？你们态度这么差，好像这样就可以嘞，好像这样就有传达到那个感觉嘞。你们态度这么差，谁要学台语呀？可是我们今天要做台文迷呢，这两个都是中文呢。好，淘汰，拍谁？不是，我觉得这个名不好，只是这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好，淘汰。好，拍谁哈？这个可以自己做啊。我今天其实有把我们这份文件的那个各个模板都放在说明栏，所以那个大家可以直接去拿来用，对，直接登进去，然后就是复制就可以了。是的，非常方便，所以那个可以自己做没关系。今天如果有一些遗珠之憾我没有做的话就可以。我想做摇摆，结果我海型尬戏。之前吹上有个很嚣张的潜水盗猎仔，不喜在抓那个三不拱喜，在抓龙虾、鳌虾。是这样子哦，这个不行，这个太恐怖了，这个我不敢。对，这个有点太地狱了，这个不是我会做的类型。对对，但我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你们要做的话，后果自己负责哦，完全不鼓励哦，完全不鼓励。还有模板这种佛性应该的因为毕竟这些也是在网络上大家流传的，我只是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我也只是收集，我也没有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没什么好独占的，所以就是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对，民这种东西平常就是应该也是通常都不会介意，就是把拿到的
图分享给别人吧。对对，所以我就是顺手的贴上来，就真的没什么。但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今天看一看，也可以一起来做一些台语文迷音。对，所以有的话都可以贴给我看，可以在那个我们那个 Discord 伺服器就也有那个可以放迷音的地方。对，所以大家有做的话，可以贴在那边。对，可以贴在那边让我笑，娱乐我一下好不好？是这样讲吗？好。那其实我自己原本还有想到一个，我也觉得蛮适合做这个迷音的。突然想不起来。我想起来了，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笑的。好有做就丢，好等不及了，好想看哦。艋舺内底想啊妖怪，过来这是错了，谁出了？我吗？还是做 VTuber 的啥妖怪？谁啊？不过这样有点看不到我是不是可以加一个那个文字的？我这个文字，我今日台语讲较少哦，好，捡到回来，多加一点。我是不是应该要予伊这个文字外口会当有一个坑啊？煞袂记安怎用？袂记啊，上久无用啊，安尼呢？外坑。外坑对，安尼对，我爱白色的，安尼有，经典的，迷音就是要这种字就蛮搭的吧，黑色的字互伊一个白色的坑，看起来有哦，安尼才嘛爱，我感觉才嘛爱，安尼较好看，惊阿辉竟然做迷音嘲讽赛，我没有要嘲讽赛飞，我只是要嘲讽我自己，不要乱讲，麦迪亚的制造我的那个被烧的机会，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请对啊，我要爱的是这个外坑的，不要这样。VTBS， 请问 VTBS 是 VTuber 播吗？是这样吗？原来 BS 是 BOSS，SHIT。这是99梗，有人知道吗？拜托，有人知道。好，对，谢谢，这蛮好笑的，其实蛮好笑的。好，这个才会被烧吧？这个会被烧吗？艋舺内底想要妖怪，这 VTuber 想要妖怪，我就说了，没有要笑赛菲尔，不要乱讲。艋舺内底想要妖怪，有啥物厉害的所在？会食人对不？会食人。会食人，还有啥？会食人腹肚内底有宝，好嘢，可能会晓魔法。他最近把军权揽到手里，要小心，完蛋了，我要被出征了吗？是这样子吗？生活免烦恼，感谢呢，生活免烦恼。这是我理想中的这种迷音，就是要条列式的，爱列几哪点，要写好几点出来，才更有那个对比，出那个强壮跟弱小的差别，好，艋舺内底想要妖怪是安尼，做 VTuber 想要妖怪是安怎咧？观众是要记我的角，哪会安尼？可能毋是用记的，可能是用读的哦。观众是要读我的角，互观众当作实在。散家无半箍银，连税金都纳袂起。
啊，观众想跺脚是缺点吗？不是吗？不是缺点吗？不是缺点吗？好处在哪？我问你，好处在哪？观众想跺我的脚，好处在哪里啊？哪里有好处？我完全不懂哎，实在是铁瓜不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边 key， 谢谢。哎，可怜呐、好处你们拿走，好处你们拿走，谢谢喽。大家都有好处，我不是我的好处在哪？大家是不包含我吗？我明明的做黄页，你卖供出来啊！你别让供出来啦，这是大家的秘密，这是我跟你们的秘密，好不好？我听起来超奇怪的啦，怎么会这样？我要来偷喝饮料了，让我喝一下。我今晚来啉米茶，好啉。足久无啉米茶，今日下班就想讲，想做啥物啉米茶，所以加在迄个我附近家通买着买有，我把这份想喝米茶的感觉传达给大家，请大家也被我传染，请去喝，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狗狗的已经4张了，我们留一点舞台给别张，好不好？拜托，这嘛是我家己做改，台湾有个咱政府咧抢钱，水啦，这个免纳税。你还确定伊会讲台语呢？以为主播说的大家都在讲观众，难道不是吗？不能包含我吗？我说的大家不能是你们包含我吗？怎么这样啊？还要排挤哦？还要我把那个所有的观众放在第一位，然后完全排挤我自己哦？要这样吗？宠粉是没错，要宠到这样是不是？宠到变成我要把你们供奉在神坛上，然后求你们来。确实会求大家来看台，请大家不要离开我，请大家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传给你所有的朋友。嗨 YI 早安高炸，欢迎你来。晚安米茶是什么？那不是米茶哦，不是米茶哦，米茶米是米粉的米，就是面茶。对，米茶就是我如果没弄错的话，就是那个米粉加糖粉就是炒到足香的，那就很好吃。对，讲的跟没讲一样。对，请观众帮忙解释，谢谢。原来不行吗？当然不行。主播还好吗？还好啦，其实现在做迷音做得很开心，有一些还蛮好笑，然后有一些好像会烧起来，怎么这样？你说上个世代的日本女，上个世代吗？把第三人称当第一人称用，那个是上个世代的女高中生才会有，真的假的？我以为现在还会。那个粉不是直接吃吗？可以啊，直接吃也很好吃啊。但是泡来喝也很好喝啊，都很不错啊。你还可以给它介于两者之间，看你要多格，看你要用到多格都可以。对啊，就是糊状啊，哥啊呢。大概是我不是蛋，没有主播，好啊，都这样啊。这次够了，还给我趁机教台语，拿你没办法。定选起来好了，毕竟有在教台语，真拿你没办法。天哪，我对阿酸怎么那么极端呢、要一下子就把它定选起来，一下子又把它编掉，没关系，等一下就会编掉。然后深夜布丁你好，虽然刚刚跟你聊天，但是忘记叫你的名字了。嗨，深夜布丁晚安，阿曼还给你来。好，我觉得狗狗系列真的蛮好笑。好耶，再来这个是那个，现在是要排挤主播吗？不反对，我尊重你们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会该叫，好不好？你们就是喜欢看我该叫吧？少在那边，明明就是想看我该叫，其实我都那个把你们掌握的一清二楚了，好不好？我都知道你们想干嘛。好，极端主播霸凌，这算霸凌吗？这能算霸凌吗？你怎么不说你们霸凌我？好，算了，没关系，随便就这样，好啊，都这样，好啦。啊，这个是故意拼错的哦，怕有人不知道。对，因为这个名在原文就是那个 panic calm， 对，就是那个紧张冷静。对啊，就是那个要故意拼错才有保留那个笑点，就是一个不太聪明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是故意拼错的哦。紧张是有拼音的哦，那个张有拼音哦，是紧张，还是紧张，但是呢，为了故意拼错，就把鼻音拿掉了，就是紧丢，紧丢。那个冷静其实是冷静哈，但因为故意拼错来就变冷静冷静，
就是故意制造一个笑点。是的 ，VTuber 是能算霸凌，还真拿你没办法，你这样说是没有错啦。问就是做效果，好不好？问就是做效果。好，那个换成汉字版也一样哈，金丢零金哈，故意选一下那个是这些发音的字。好，解释好多，说较难，好，但是我现在没想到这可以做什么梗啊，请大家帮我想，谢谢，请大家帮我想，谢谢。好，然后这个我也还没想到，没得了29张白啊，好想做一个，狗的比较经典，比较好想。好。这个也很有感觉，这个应该也算好想。这个迷因大家知道吗？这个迷因就是那个 They don't know。对，这个意境呢，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意境就是你在一群朋友之中，他们都不知道你的某个秘密身份。对，有好，谢谢伊藤，谢谢伊藤。这个有，这个很有，这做有刚不是你讲，这个很有，这个我喜欢，这个有，这个很好笑怎么这样啊？直接消费刚刚发生的一切，太棒了！连阿酸都笑了，那应该是没问题。无设计变着人。他们不知道对，完全就是我看到那个迷因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完全就是怎样关系 VTuber， 超有感觉的，对，超级适合。等一下顺便跟大家说教，我今天选择的字体我有特别挑过，都是那个不会缺漏台语常用字的字体哦。好，说教完了，好啊，这个字重比较差不多，对，虽然我都没在字重的，哈哈，好烂哦，超难笑。对，字重就是字的重量，就是那个粗体的粗度哈。以防有人不知道，天哪，我怎么一直在说教啊？无设计变着人，不是这个字，是这个字，无设计变着人。你不知道我出过台语环球，干嘛呢？要这样哦？这感觉伤到很多人呢。安尼做伤心的，卖安尼，无设计变着人。这个我想改一下，应该是我会卖奖兴之味，我会卖奖兴之味。兴之味的，这张图根本是在消费你跟主播，对啊，不行吗？不能消费吗？很好笑啊，借我消费一下嘛，不然那个这段感情都只有我在付出。不要乱讲话，陈火蛇，不要乱讲话，对。永远是永变，敢是讲永变应该会使吼，因为嘛会讲永生，应该嘛会讲永生，所以对不？有讲永生，永生好像有这个词，我查一下字典，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哦，确认一下哦。完了，职业病，对，完全会这样讲，我看卖。说说甲大家分享，今日做工课的时阵，有讲到较侪台语，真做欢喜的。永生有，我就知道主播在养个喂，没有啦，开玩笑的啦。甚至啊，算是有伴侣的人来那边讲这种屁话，这样真的对吗？是开玩笑的哈。对，拍谁？我真的是超级没礼貌主播。这该让他讲较好。气掉，真正无欠字，太好了。这个棋超容易欠字的，超容易缺字的。哈，完成了，充分的消费。主播有伴侣，然后对啊，我有伴侣没有错，我有公开，但我没有养嘎，不要乱讲，你们这些人，好，太好了，好完美。对啊，主播有人家也没有到污蔑啦，但就是对，是的，对。就只是在乱讲话，不要紧张。不是友情也是一种感情啦。对我会这样讲，其实是因为那个啦。对，没有在狡辩，我是真的这样认为才会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相信我吧？大家应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啦，吼。
如果不知道，那就多看我的台就会知道了。我还能说什么？主播怎么可以有伴侣还养嘎？对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耶。我从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说我是有伴侣，然后并且我也不打算我也不打算进行那个一对多的友情关系可以，但是我也没有打算进行一对多的那个浪漫关系。对，我应该都有让大家知道。那如果这样子你还要爱上我的话，我当然也不会阻止你，但是那是你的问题，好不好？不要再狡辩了，不要再大便了，烦死了！不要再狡辩了，不要再大便了，好不好？好啦，那我们那个说顺手做个北维基的版本啦，哦。啊，真是的，恁没改恁红台嘛是盖麻烦。无设字变着人啊，这样换行啊。好，安尼会使。这无哪有节？怎么这里啊？这里有2个空格。做 VTuber 无啥人订阅，少人轻松开嘛好。少数袂就变独角兽咧烧精啊！好好看。今天的摸鱼台好精彩，怎么动不动都烧起来啊？怎么这样啊？好恐怖哦！火蛇，加载，我会袂中。我今天声音好低哦。加载我会袂中，好诡异，好不像我会讲的话。袂中，袂。哦，我太少用这个词了。加载我会袂中，好乱。加载我会袂中，兴之味的兴，即味的好，再用较细字的。天哪！我突然想到梗了。但是这个梗要实现出来，我等一下看有没有适合的图。对，希望可以。天哪，我打字好慢哦。不是，怎么连 YI 也在大便啊？我现在才看到。因为我那个同时2颗眼睛看2边，对，所以那个读讯息的顺序有点乱。主播嫌观众烦，我没有啊，哪有卖？天哪，我真的用那个华台混杂卖乱讲。饲着永远的永，饲着永边，安尼人敢听起来做成迄个慢呢？好，不要紧，希望大家听得懂，希望看得懂。然后这是北维基是字，不是拼音，所以它是完整的句子，我们要记得加句点。天哪，我怎么在认真解释啊？怎么认真在教语言课啊？不要紧啦，讲了啊，好。太好了，无设计变着人，加载我也袂种兴之味的，饲着应变，不错，蛮好笑的 ，yes， 可以来做，我很期待这个了。因唔知影，好，因为我很爱偷懒，所以我又要再从这边复制。因唔知影，有人有提供对不对？我看一下，因都唔知影我出过台语环境，因唔知影我是一个 VTuber， 真的，我一开始就是想看到这个图就觉得，一定要做这个，唔知影对方敢会答应联动，对方 say yes， 为啥个含我变 CP？ 想做歌，想做歌，为什么说又呀？为什么说又？好，我们现在来赶进度。因唔知影，因唔知影我变一个人，喂，要这样哦？是这样吗？但我印象中，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印象中这个迷因比较常使用的情境，其实是咧考试这个人，就是爱看起来足可怜，爱甲伊屁想，爱互这讲话这个人看起来足可怜。对，那我觉得那个唔知影我个编辑人好像还好。对，嗨阿辉，不是什么叫嗨阿辉？我在干嘛？嗨 Gaki， 早安，太顺了，看到你的留言有阿辉就直接念出来，怎么会这样啊？又消费肯定要吧？对，因唔知影，对，
你唔知啊，我是 VTuber， 我觉得就有一点怎么说呢？对，就是你真的不能讲你还真的不会，通常可能真的不能让身边的人知道你唔知啊，我是 VTuber。嗨阿辉，不要这样。但是这迷因有变体哦，对，好像有。刚刚这些迷因蛮多都有变体的，对，像那个这个金丢丁金也是有，就是我知道这张也有一个变体，就是那个金丢跟那个丁金是交换的，就是丁金金丢丁金，也蛮好笑的，我觉得也蛮好笑的。你是阿辉呢？不是啦 ，Gaki 是 Gaki 啦，不是阿辉啦。那个我们要尊重你的主体性，对。跟自己打招呼听起来超可怜，怎么那么好笑？怎么那么好笑？你们知道我是 VTuber， 这可以做很多这可以做很多你们知道我会讲台文，你们知道我会讲台文。Oh my god！ 我怎么感觉这张已经有人做过了？我很不确定。像是小孤独，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吉他英雄。哇，是吉他英雄哦，好像有这个变体，就大家其实都知道。对，你唔知这把图是单辉记者你唔知啊？这不是我做的啦，这图不是我画的啦，不可以这样。对，我觉得这样会有点嫌疑。对，虽然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把它拼在一起，对，但是这样听起来像在说这个图是我画的，所以我还是不要这样就好了。旁边的配英文跟日文聊得很开心，有道理耶。你唔知影我会晓台文好，你唔知影我会晓写台文，这样比较好吗？我刚强调的是那个很多人可能就是会讲，但不知道可以写这件事情。好，不要这么 deep， 这只是一个迷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那么深入思考好了。你唔知影我会晓写台文，好。旁边用英文跟日文聊很开心嘛？我觉得用中文聊很开心，更可以显示出那个对比的感觉。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但是要放什么？我知道有一些这个迷因就是会让他们真的聊一些东西，然后去显示出那个差别，没有错。踩二捧一哦，我没有要踩英文跟日文没有要这样没有不喜欢日文，没有不喜欢英文。对，好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我觉得其实这张这样完成度就有了，好，这样就可以了。你们知道我是 VTuber， 你们知道我会写台文，你们知道我读台文，你们知道台语有字，我觉得这很好笑好难过好有感觉同意吗？大家各位台罗仔各位台罗仔同意吗？这个迷因完全就是可以这样用，非常的难过，靠腰要哭了。等等，阿弟英文的粉丝就赶来战场，不会啊！我记得阿弟前阵子，我唐突夸一下，算夸吗？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有看到阿弟有去学台语然后阿弟学台语的时候，他就真的也是，就是像学英文一样，然后就真的，他去找老师，就是也是用是台罗还是白话字忘记了，反正其中一种应该是台罗，然后就真的是有用，就是正规，然后有系统的方式教他台语，然后我记得他那支影片里面有拍到他做的笔记，看起来超认真的。对，所以感觉出来就是阿弟学台语的那个企划嘛。我记得他那支影片的企划就是说，偷偷去学台语，看阿妈会不会发现。对，我觉得超棒的，他这个企划做的超棒的，就他是真的认真去学。对，就是超赞。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有水准的人不用去那个踩一个语言，或是不用去丑化一个语言，也可以拿来做成有趣的企划。对，请大家向阿弟学习，我真的觉得阿弟超棒的。对，不知道阿弟会不会看到，可能也不会。对，他也很忙，应该不会看我的台。对，但是如果阿弟有看到的话，你超棒！对，非常爱你，赞，5够赞。是学台了，那也不会看到有人讲台了对啊，为什么嘞？笑着就哭了，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圈粉了，大家一起学台湾，真的，我看到那支影片，我也觉得被大圈粉，就真的觉得哇。
因为老实说，就是这个可能有蛮多人都不习惯用这种方式学台语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认知到，就是用这种方式比较有系统性，就真的是蛮棒的，而且它有发挥它的影响力，就是让大家就是没有觉得学台语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对，就是他的影片里面，我觉得有呈现出学台语是一个可以认真去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我会给予他蛮高的肯定的。阿慧台湾也很棒，谢谢。毕竟常常有在用啦，对，好，我们讲我是 V2，因为我们这样台语有字，这个让大家讲什么？这个还要好，我觉得这可以做2张啦，一张就是这个没有加太多料的，已经很难过的版本，还可以再做一张是更靠北的版本。更靠北的版本就是什么嘞？这会不会很靠北啊？这很靠北吧？这绝对很靠北吧？这个好那个哦！天哪，我要这样吗？我要这样吗？我要这样吗？好，我要这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常见的那个也不怎么好笑的火星文啊？你们知道你们有 get 到我的那个想要 cos 的点吗？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觉得用火星文写台语这件事情，即便没有任何梗，伊就是要讲昏头卖乱蛋，就这样哦。伊就是要跟你讲昏头卖乱蛋，然后你就用那个火星文写出来，就有人觉得很好笑了欸 What？ 现在讲笑话的门槛这么低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完全没有梗啊！梗在哪里？梗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Oh my god！ 对，有 get 到吗？有 get 到我的那个想要 cos 的点吗？应该有吧？大家这么懂我，大家这么爱我，对，应该可以 get 得到哈。昏头是什么？那个烟蒂，那你讲昏头那是烟蒂啊，昏晒是那个烟灰。有上一个很讨厌，你讲，快点，我应该会跟你一起讨厌，你快讲，讲出来会被编啊，那个可能会被编太低俗就不要，对，讲那个不会太严重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太脏话那些就不要啦，对，没有想要呈现这一面，就是我们还是那个稍微先暂解，稍微暂解，应该想要同一个，真的假的？那我可能知道，那我应该知道，好，那不要那个，如果是我想的那个的话，那不要那个，那不要，那个我觉得不行那个我觉得不行，甚至拎是用那个拎吗？不是用拎不是用正常的拎，是用那个拎吗？好，我记得这一类的还很多，就是不用到这么低俗或是这么侮辱性的哦。器官打石头的啊，那个也有，还有什么哇，好可爱哦，非常的唐突哎，就突然觉得自己歪头好可爱，怎么会这样？那也安内啊，打那阿慧，一定还有，我们一定还有一些也还好的昏头卖乱蛋。我记得这个系列还有来不及，为什么不早说？阮兜的伊阿汤人家是看无啦，阮兜的伊阿汤。人家一滴味素连加一滴味素都无，算你可爱，谢谢，开心了，哈哈假，我觉得这种就有那个感觉了吧？哈哈，假灰锅差超多了好吗？假灰锅到底在讲啥？好，就这样完成了，非常难过的迷因，赶快下一个。对，暂时没有想法，下一个，这个好像也很经典大家有看过吗？哦，修大姐，好，就这个了，我要这个，超有感觉。还是那个、啊，我会晓，
晓，哈哈，我会晓讲台语。好攻击性哦，又要被说态度差了。完蛋了，要被说态度很差了啦！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消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在别人的盐巴上撒伤口啊？太过分了吧！这个人家，这台罗仔怎么都这样嘞？怎么态度都这么差嘞？这样会被说害别人不想学台语了，对不起嘛，对不起，超好笑！真的假的？我真的可以这样吗？我真的可以这样吗？我怎么可以这样？好，我可以这样，没关系。不行，完蛋了！我真的要被说态度很差了啦！那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态度很差吗？因为你不知道台语字。好，就这样子，完蛋了，讲出来了，完蛋了！大家再见，完蛋了！我想到了，我知道这个可以做什么了。Oh my god！ 我们既然今天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就好了，算了，跟他拼了，大不了今天那个回去越想越不对，那个下播之后变成会线，大不了这样了，好不好？大不了这样，好不好？好，虽然呢说好的就是今天是台语迷音，但是好，我的放宽标准，只要里面有台语的成分，有台文的成分，我就给他过，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既然都已经变成这样子，我们就给他凶，咱就给他派，吼，不要紧，就安呢。我要怎么呈现出？我要怎么表现出？我要怎么用文字表现台语对白？这 get 得到吗？他们会觉得台湾使用者态度很差，本来就是这种华文当道的傲慢吧，嘻嘻。不要讲这种实话好不好？对啊，就是这样没有错啊，对，我要怎么在文案里用文字表现出台语的对白？啊，代辩不了啥？不要再代辩，大摆伫我遮，大家拢要讲代辩，我都不是这种的主题主播，你是伫遐哦。给红阿曼欢迎，晚安，欢迎，对。啊，一头跟我想的不一样哎，一头想的是那个好，我想的是比较靠北的，我们要怎么在文案里用文字表现出台语对白？我要来不友善了哦，我可以调字句吗？我可以调行距，好，那我要把它改回横的行距，这样应该可以，主题卖个主题，嘿，建中老师阿曼，建中老师，我跟你分享，我要跟你分享，头前有一个真正是做黑了的，好，回顾一下，我觉得比较好笑的，建中老师有看到这一篇吗？我觉得我蛮过分的，但是好，如果台语有金色证书，一定轻而易举，台语死梗那也加困难。然后这是我，黑红也是红，但这还是我没来过讲起来卖搞笑。然后我觉得刚刚很好笑，还有这个其实没有很好笑，因不知道台语有字，哈哈，昏头卖乱蛋。好，讲完了，我们继续。回天今日就做过婚的就对啊，今日应该就真正会掉火烧。哦，没关系，好，就这样吧，随便，没关系。做 VTuber 做这么久了，还没被大烧特烧过，感觉是有点怪怪的。好，黑红也是红，对大家说的，大家请对我负责，谢谢。好啊，一般的华语使用者会用什么款的方式表达台语的对白呢？用中文谐音。还有是安尼挂号台
很多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前面写了一个中文，然后在那边挂号台，对，然后就请大家自动翻译，对，然后呢，这种的意见吼，可能就会互弹出去的，什么款的意见会互赶出去呢？台语其实有，敢真正会安尼啊？敢真正会安尼啊？台语其实有家己的文字，咱会当用台文就好啊。我一定要这样吗？我一定要这样吗？今天怎么都这么难过啊？今天的名怎么都这样？态度歹，安尼要个是无，安尼是要个无够歹。哎，你讲的有理呢？对，有人说你态度很差，所以呢说，那你是不知道。对，还有一种就是讲，既然你都已经安尼讲，我就互你知影啥物叫做真正的态度歹。嘿，真正的态度歹，就是会做这块的图出来，好不好？就是真的会做这种不友善的图。对，我怎么觉得好像啊，真是够了，真是够了。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反映时事的呢？为什么要做这种反映痛苦的现实的迷因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把痛苦的现实记录下来，也是一种讨帮精神的方式啦。嘿，顺便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路要个紧等哦，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克服。虽然好像不用我提醒，大家也知道，对，但就这样子。对，好，太好了，好难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今天做的图都这么恐怖啊？下一张，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可以来一点那个了吧？可以来一点那个比较正能量的吧？对，这个也很经典呢。他一定是在想别的女人啊，实际上在想别的，对，不是别的女人，实际上在想其他的事情，对。偷帮避给没有，无避给我拢走别无咧避给咧，卖我别讲。卖欧别讲，来，歌舞吧，歌舞吧，做不完，做不完，好需要梗哦。好，过来偷啉一下米茶好啊。大家看过这个吗？这个有点老，对不对？这几年有淡薄仔较老，这个真的有比较老一点。对，这个伊这个密码是安尼。得手边这就是拢爱讲的，像别的女人名有点那个吗？性别刻板印象是吗？性别刻板印象吗？确实是有一点，确实是有一点。对，我想如果也没有想到什么真的很适合的梗的话，可能可以拿掉。我们等一下想一下。然后先说这张好了。讽刺女生爱想很多。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吗？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们可以把它做成那个anti meme， 对，大家知道 anti meme 吗？就是反迷因，反迷因的那个笑点就是建立在把这个迷因的原本的既定的格式打破，对，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它可能也不一定好笑，对，但是它会让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对，我觉得那可以做成 anti meme， 我可以想一下，好，我们马上做 anti meme。想一下哦，如果我们今天要打破的是这个讽刺女生想很多的这个刻板印象的话，那我觉得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她没有想很多。如果没有想很多的话，有时候太刻意就不好笑了。这算是太刻意吗？就是也不是说刻意不刻意，但是我觉得猫猫卡在说的有道理，就是这个迷因就是建立在那个觉得女生想比较多，觉得女性必然会想比较多的这个刻板印象之上。那如果继续沿用这个刻板印象的话，好像是在强化这个刻板印象，所以我完全被说服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好像可以打破这个格式，就把它做成 anti meme。对，那也许就是平常对这个格式就觉得不太爽的人，就是看到可能会就觉得哦，有点新的东西。对，好，那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但如果你们有觉得我有没顾虑到的地方，可以跟我说。对，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果要把它做成 anti meme 的话，我们如果要打破这个女性必然想太多的这个刻板印象的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她不要想太多。那如果她没有想太多的话，在这个情境下，她可能在想什么呢？我觉得是到底是要困啊，不会，到底是要困不困？
这个迷因上面是好像不是直接放头上，对不对？这个迷因好像是放上面嘛？我想一下啊、我查一下。对，这个迷因叫什么？这个迷因叫什么？是不是 man sleeping meme？ 哎，好像不是哎，不是这个哎。看一下，是这个吗？怎么找不到？好，我等一下想一下那个排版怎么排。好，我们来做 anti meme， 到底是要困不困？啊，咱就这个查甫的，互伊想想济好啊。对，那这边有查甫的想想济，就是想讲，伊一定咧，好像有，伊一定，伊百面咧怀疑我咧想，你电灯没关怎么睡？好像有看过哎，好像有看过有人也是做这个 anti meme。伊敢有发现我甲白衫带入去，甲其他色水的做伙洗，电火是有关也无关，感觉也有加深男生很不擅长做家事的刻板印象。好像可能有吼，对。伊咧想台文安怎写？咧想客语白话字安怎写？我觉得反过来让男生想比较多感情上的想法，好像不错。色又乱改字啊，输入法就是这样吗？色水啊 ，OK。伊百面咧怀疑我咧想别的。这样会强化那个吗？异性恋的霸权吗？伊百面咧怀疑我咧思念别的，好拗口、句子好长。伊百面咧怀疑我伫外口有别人。这样比较好吗？这样应该有比较好吧？好，我不确定耶。如果还是觉得有强化刻板印象，然后觉得不舒服的话，可以跟我说好不好？对，希望，好，请告诉我，拜托，请告诉我，这样有没有达到那个 anti meme 的感觉？拜托，我没办法在不加深任何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做这个meme，但是如果把这个刻板印象凸显出来呢？如果是把它凸显出来，然后让大家就是想一下的话，会比较好吗？还是拆成2段字好了。如果他们不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就不会睡在同一张。对，我知道，但是就是今天的问题就不是他们是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是强化了不同性别的人的思考方式不同的这个刻板印象。对，那对啦，就是对，反正就是猫猫卡在说的很清楚啊，就是他强化的是那个女生想太多的这个迷思。对，所以我确实想要避免它，对，如果要掰刷，不是这个意思。对，是的，我觉得有强化这个刻板印象。对，所以感谢猫猫卡爱提醒。对，本来没有想那么多，本来没有想的那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本来没有想的那么深入，想的没有那么足够。是的，我刚提强化一些啊，原来，对，没事，我想一下，想这个字，但怎么安排比较好？果然还是只能把字缩小吗？爸比那怀疑我。频道没对上，不过这样说起来，我确实也觉得欧美的很多迷因都还蛮明显在强化一些刻板印象的，明显的在强化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对，所以确实就是，虽然我们那个会参考人家的笑话，参考人家的迷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比他更好，对，我们偶尔还是要，不是偶尔啊，但是就是
还是要有一点意识，没有错。好，那目前我能想到的、能做出来的就是这样 ，anti meme， 不知道有没有达成那个效果。透早拄起床的查某，伊哪会搁还袂困？拄起床的查某，伊哪会搁还袂困？这个也是 anti meme 嘛？这两个都在想说，这为什么不睡？还是就是两个都不想要去关灯，两个都不想要去关灯也可以吗？这也算是 anti meme 吗？这应该也算。好。先跳过好了。不过我也觉得今天好像有点图的数量有点多，好像有点做不完。好吧，我们再挑个1-2张，好像也就差不多了。好，我想一下。好。这感觉好像很不搞笑我想一下，这个迷因大家有看过吗？这个迷因就是倒手柄这个人，伊拢会讲，就是咱是啥物人？咱好，我先拍落来，因为这嘛差不多拢是固定的。转头看另外一个女生的那张也蛮有名。是那个吗？在路上走路吗？在路上走路，然后就是转头看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旁边看起来是伴侣的那个人，就是给他一个不满的表情的那一张，那个也蛮经典的，没有错，很常看到。可能同志可以多产出自己可以用的名就是用不同的性别去代入嘛。对，确实，对，如果这个可以不要是一男一女的话，对，可能这方面也是可以，就是多元一点，会比较不强化异性恋霸权啦。确实有同感。不过我想去素材网站应该是找得到类似这种意境的图，然后是不同的性别组合的，好像应该是找得到，所以好像确实也可以做，对，确实也可以做。好，这我有机会也来做做看好了。好，那我们还是先回来这个今天想要做的最后一张迷因，咱是啥物人？好。过来第二个是啥？淡薄仔袂记，这有淡薄仔依早，可以这样讲吗？这个迷因也有一点年纪了。这个我小时候这个迷因爆过我，可以这样讲吗？不可以这样讲。咱是啥物人？咱要创啥？对，咱要创啥？过来是啥物时阵创？对，应该是安尼。这个密门应该是安尼，基本上是安尼。大家有看过吗？大家有看过这个迷因吗？但是即马对，有的是即马，有的是不关系，对，有的是讲不关系。我较常看到的是不关系，比较常看到的这个都是不关系。好啦，我们来那个啦，说教啦，我们来那个非常正面，然后非常的那个喊口号的啦。你去问一下你爸爸妈妈，要这样哦，要这样哦，讲的好像我看过这个迷因真的非常老一样。突然发现在开台，嗨，你们来阿曼，你得你们来，你发现我在开台啊，环境你来看。我们现在做台语迷因，非常认真的在摸鱼，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咱是啥物人？台语学进 VTuber， 嘛不一定在 VTuber 啦，台语学真正啦。台语，咱要创啥？台语正常化，好那个。好啦，毋过是真心的好无？
啊，恁来食饱未？拢今日拢无甲大家问讲食饱未？咱是啥物人？火警那边冲啥出的？这个好，这个好笑，这个好笑，偷了，这个很好笑还押韵真的吗？有押韵吗？哦，真假，台语正常化啊，真的字数还一样好赞哦！台语好真假，台语正常假吼即摆即个时间若无假嘛是有淡薄仔可怜。咱是啥物人？火警，咱要创啥出的？啥物时阵出？对，这是非常的内梗，这个完全阿辉敢有食呜，对，你若问阿辉敢有食吼，都有两种答案，头一种是呜，啊，第二种是呜要袂食，好不好笑？呼噜同学暗安平安，欢迎你来食饱无？应该有食饱吼，即摆已经暗时10:30分，若无食真正是会枵吼，好，咱啥物人？火警那边创啥出的？啥物时阵出？后摆才个讲。火警毋敢讲话啊好，毋敢讲话好笑呢。好，就安尼较好笑，毋敢讲话好笑。若是无食就成面大哦，安尼讲嘛有理，啊，好，太好了，无讲话真正有够好笑，无讲话真正有较有迄个好笑的感觉，水，就安尼，水，多谢鸟味古水，这有够赞的，咱是啥物人？有讲台语的人。三节号是6个点，谢谢。好，歹势，我迄个数学真歹。哇，咱是啥物人？减肥战术，咱要创啥运动？啥时来运动？哇，真好哦，这个图，这个图嘛会当做作济呢，嘛是做袂了，袂歹。咱是啥物人？有咧讲台语的人，咱要创啥？讲台语，啥物时阵讲？不关系，袂歹，耶，好赞哦，非常有那个感觉，水啦，好。过来一个考试，干嘛？还要再考试吗？要这样吗？好啦，不要啦，不要啦。若要考试的时阵，就会变做是爱用华文来写啦。要考试的时阵，就是写华文，就毋是台语密码啦。好啦，咱就莫安尼，好。搁有无？搁有啥物？100名的怀疑我哪会讲？我看过这同款的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做过一模一样的，也是 anti meme， 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好像有好，算了，不过台文版的应该是头一版有好的安尼，好，安尼应该差不多，因为其他的嘛无灵感，其他的还没有灵感，所以好像可以就先差不多到这。因为今日有上班，淡薄仔忝，有咧考虑讲，通好准备来遐，好，我知。关台，哈哈哈哈！这可能是一VTuber 拢安尼啦。毋过毋是我吼，我是该休困就会休困的。毋是我哪会无法度放较大，我哪会无法度用较大的，是安怎？有啊，它会遮大。这图嘛袂歹。关台休困，无得掠25张牌啊。平均啊，拍毋对字，平均，
无包括我，啊，毋过大多数哪像嘛拢安尼。好个外倾，真正该许我会啦，我小等就要来迄个。今日就是要轻松的，所以迄个没有，今天那个主题都是摸鱼了。我等下该去摸鱼会摸鱼，大家不要紧张。好，安尼应该有吼，应该有迄个感觉吼。关台休困，无就掠25张牌啊，平均 VTuber， 拢无咧休困呢。好，水，虽然迄个图是安尼，毋过我要来休啊。安尼准备来甲大家讲暗安啦哦，感谢大家遮尔换过来甲我迄个高官支持，来甲我捧场。小等啊，想要食宵夜，通去食。今仔日就差不多安尼。我想看卖，佫有啥要宣传的无？有一项一定爱宣传的，就是咱后一个节目非常的厉害。咱迄号做，咱后礼拜拜一辛苦啊，无辛苦啊，来做好耍的，真正好耍。咱后礼拜拜一，有一个迄个最厉害的节目，就是我有甲3个 VTuber 绑票吼。暗时8点，我有甲3个 VTuber 绑票，因着要来摇一寡台语的汉字吼，因要来摇讲迄安怎读，若摇毋对，就袂当出去，就袂当离开迄个我甲因迄个监禁的迄个房间，所以请大家来看即个足残忍的节目。就安尼拜一暗时8点大家爱记得来好无？就安尼。做期待吼，我嘛做期待，一定会做好耍的。哈哈哈，对反正就是期待大家即个大驾光临，好无？大驾光临。过来是我来看要讲到倒位，好，佫讲一摆就是我有甲迄个我捡到的迄个，我讲会当做meme的做适合的图，我拢有去做伙。游戏打输包吃包住，不要乱讲，无即种服务。我会寄迄个小单去因兜，账单还寄他们家，没有那么好的服务，好不好？我著个送到要互鬼掠去啊，佮要叫我迄个包价包大，无可能，以早无可能，今嘛无可能，以后佮较无可能。好啦，我到底要讲到去哪里？到底要去倒位？我来看卖啊，好酷哦！有人在画 V 皮耶，好，我们去找他。包吃包住会指数是这样吗？好，答案呢？回答的是拜一爱记得来看，好不？我要来休啊！对，刚讲到一半的啦。对，今日我有甲迄个适合做meme的图，有刻伫迄个 Canva 一个档案内底。大家会当试我迄个说明遐迄个网链啊。你会当直接摕来用。内底若有出现有字的，我拢有甲迄个翻做台文啊，所以大家会当直接摕去做一寡台文的meme，若有做到，拢会使伫 Discord 打互我看，互我笑者，好无？做期待看到恁做的meme，就安尼要甲大家讲再会啊！大家再会，拜拜。因为我毋知要讲啥，所以来唱一下歌。去死啊！